继续来看彰化一个男子到病院去做针灸的治疗，了后骑车转去，要摕掉安全帽的时阵，感觉下头擦擦，一个网搁插一支针。伊打电话去病院，病院甲回讲头毛伤长，砍掉了咯，互伊无法度接受。事后，这个病院有出来道歉，讲会检讨改进。今天腰哪里不舒服？主要是脚。中医师为患者做针灸的治疗，伫骹甲头壳下拢有用针。之前有一个查甫人因为失眠去做针灸，骑车转去了后，感觉头壳下有淡薄仔擦擦一个网，发现讲要插一支针。伊打电话问护士，对方甲讲因为头毛伤长炸掉咧。来听啊，等下个我都处理咱前该处理掉对吧？应该是要小心一点啊。这款的画面当然感觉真恐怖。有人讲，这个院方这个备针的时候应该确认数量。意思是讲，依照标准的作业流程，医师用针的时，拢会甲护理师确认，什么位用几支针，取针的时才袂漏沟去。在头骨保护下的话，其实是不会造成一个重大的一个伤害。没有取到这个正确的一个针数，造成病人他身上的话遗留一根针带回家。我们也事后的话再去进行检讨与人员的教育。若留伫身躯顶的针，敢会使家己取落来？意思是讲，伫胸坎也是较特别的针，较有风险，上好由医护人员来处理。若是头壳骨较定的部位，若是无安全的顾虑，会使家己拔落来。是讲建议上好将针摕转去病院做统一的处理，以免讲凊彩乌白蛋去人擦着伤，引起感染。